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咱台湾空军的用鹰高教机战力已经到达完毕啊。本地伫空军官校下骹的飞行指挥部，即马嘛独立升格，成做飞行训练指挥部。今仔日是升军典礼，总统蔡英文嘛亲身到现场主持。官校毕业的飞行学员，在飞训部受训过后，就能够迅速的衔接主力战机的接训工作。尤其面对国际地缘政治的复杂多变，我们的每一位飞行员都对国家充满了使命感，希望能为国家安全建立起一道铜墙铁壁的屏障。蔡总统是希望飞训部会当培养优秀的人才。典礼现场会当看到用鹰高教机甲 AT3高教机冲场飞过空中，揪出蓝色、白色、红色的彩烟。这届成立飞训部是因为咱台湾研发上新的66架用鹰高教机，未来要取代 AT3教练机，佮 F5战机飞行员，若飞行员的训练会更较值钱。